一個小故事。一個落雨嘅下晝，呢個老婦人走入一間百貨商場，佢漫無目的咁喺裏面閒逛，顯然係一副唔打算買嘢嘅樣子。呢個時候，有一位好年輕嘅女店員見到呢一位婆婆，即刻主動想去同佢打招呼，好有禮貌咁問：請問你係咪有啲咩需要服務嘅地方啊？呢一位婆婆同佢講：吓，我只入嚟避雨嘅咋，我並唔打算買嘢嘅。呢位女店員微笑住對佢話：即使你唔想買嘢，我哋都同樣歡迎你入嚟嘅。講完之後，佢冇急於翻去整理貨架上面嘅商品，而係留低主動同呢一位婆婆傾偈，以顯示佢確實係歡迎呢一位唔買嘢嘅顧客嘅誠意。當呢位婆婆離去嘅時候，年輕嘅女店員仲陪佢去到商場門口，幫佢開遮。臨別時，呢一個婆婆向呢一個女店員要咗一張卡片，然後就好開心咁離開。後來個女仔一早已經忘記咗呢件事啦。但係有一日，佢突然間俾公司嘅老闆召到辦公室，老闆向佢顯示咗一封信，係嗰位婆婆寫嘅。原來嗰位婆婆係美國著名嘅鋼鐵大王嘅媽媽。喺信裏面，佢要求百貨公司派一個售貨員去到佢哋嘅州份，代表佢哋公司提供裝飾一間豪宅所需嘅裝潢材料。信裏面婆婆指明要由呢一位年輕女店員代表公司去同佢接洽，交易金額係十分龐大。好顯然，呢一個女店員得到咗晉升嘅機會。由於佢嘅熱誠待人，獲得意想不到嘅收穫。呢一個係佢當初諗唔到嘅事。小事成就大事，細節成就完美。我哋經常都會太執着於馬上見到成果，卻唔知道真正嘅精髓喺潛移默化之中。古人寫詩成日都話功夫在詩外，要達到呢一種層次，需要努力嘅磨練功夫。有人窮一生都無法水到渠成，一定係欠缺咗嗰份熱誠嘅示愛功夫。能夠心領神會，除咗要有良好嘅修養之外，領悟嘅悟嘅功夫更加係其中嘅核心。